好多人都搞錯咗。98年港元危機先係明刀明槍嘅打仗，而家香港面對嘅係一場冇對手冇硝煙，但日日都蝕底嘅金融死局。港元悄悄貶值，資金持續流走，根本唔係炒家追擊，而係沿用40年嘅匯率制度已經徹底追唔上而家嘅資本時代。今日同大家拆解呢個99，香港人都睇唔穿嘅隱性金融危機，直接講透背後嘅底層邏輯、長遠風險，同埋普通市民投資者應該點自保。喺全球金融市場嘅發展歷史入面，一個地區貨幣體系穩唔穩定，從來都唔係淨係睇匯率數字升跌咁簡單，反而係制度設計、資本流動、宏觀政策同地緣資金格局互相博弈出嘅最終結果。香港作為全球頂級嘅國際金融中心，依靠沿用超過40年嘅聯繫匯率制度，長年守住港元同美元嘅匯率錨定優勢，憑住極低嘅匯率波動風險、極度透明嘅運行規則，成為國際資本跨境配置、內地資金出海佈局嘅核心中轉樞紐。呢一套被視為香港金融基石嘅貨幣體系，經歷過多次全球性金融動盪都屹立不倒，一度被全球金融機構奉為固定匯率制度嘅標杆。但如果我哋跳出傳統金融思維，對比兩代完全唔同嘅港元承壓週期，就會發現一個極少人察覺嘅深層變局。以前香港遇到嘅貨幣衝擊係大型對沖基金牽頭，目標清晰嘅主動金融追擊。而家持續反覆嘅匯率波動、流動性鬆緊失衡，係冇明確對手、冇刻意操盤，由海量市場交易自發形成嘅制度性消耗戰。呢一場無聲嘅博弈，一路默默改寫緊香港嘅金融運行規則、資產定價邏輯，甚至係每一個香港市民嘅日常財務成本。翻睇當年重創香港貨幣體系嘅金融攻防戰，成個市場博弈邏輯清晰，對手明確，攻防節奏分明。當年全球兩大頂尖宏觀對沖基金聯手佈局，精準揾到香港資本市場同貨幣體系嘅雙重流動，打響咗一場教科書級別嘅雙邊金融做空戰役。同一時間，國際做空勢力聯動操盤，多股資本力量一齊發力，將攻擊目標鎖定喺香港銀行同業市場，短時間內瘋狂抽走市場流動性，直接令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極端飆升，市場資金融資成本瞬間爆升。面對突如其來嘅系統性金融衝擊，香港政府即刻啟動應急干預機制，全權動用外匯儲備基金入市托市，喺二級市場持續買入港股核心成分股，吸納市場拋售嘅所有資產，先至強行穩住股市同匯市嘅崩盤危機。喺持續嘅大規模入市干預之下，香港政府逐步吸納市場流通籌碼，最終持倉市值一度佔到港股總市值嘅7%左右。憑住雄厚嘅外匯儲備、實力同堅決嘅干預態度，硬生生頂住國際做空資本嘅輪番衝擊，守住咗聯繫匯率制度嘅核心架構同香港金融市場嘅整體穩定。呢一場金融保衛戰最終以香港政府勝出告終，但復盤成場博弈就會發現，呢場勝利代價極大，絕對係名副其實嘅慘勝。高強度嘅市場干預消耗咗海量外匯儲備，市場流動性被強行重構，資本市場短期失去自主運行能力。其後政府用咗好幾年時間，透過分批減持基金化運作嘅方式，先至將手上嘅持倉平穩回流市場，徹底修復市場生態。時隔多年，我哋再審視港元嘅匯率走勢同香港金融市場嘅流動性格局，會發現一個極具反差嘅現象。當年叱咤全球足以撬動區域性金融體系嘅頂尖對沖基金，早已淡出大眾視野。曾經風頭一時無兩嘅做空資本勢力，亦都銷聲匿跡。市場上面已經揾唔到標誌性嘅做空機構同明確嘅操盤主體，但係打開實時匯率盤面就可以清楚見到港元匯率長年貼近弱方兌換底線運行，跨境資本外流嘅態勢從來冇真正停止過，資金一路以無聲無息、連綿不絕嘅節奏撤離香港市場，卻冇任何一間機構公開宣告做空港元、做空香港。呢種冇人操盤、冇人主導，卻持續存在嘅資本外流同匯率承壓狀態，正係而家香港金融體系最隱蔽、最恐怖嘅結構性風險。傳統金融風險多數來自外界刻意攻擊、資本惡意做空、政策突發變動等顯性因素，有跡可循，有對手可以應對，有方法可以化解。但而家港元面對嘅風險係制度設計同新時代資本運行節奏唔匹配產生嘅內生漏洞，係海量普通市場交易行為自發疊加形成嘅系統性壓力。
冇明確嘅攻擊方，冇集中嘅爆發節點，卻時時刻刻消耗住香港金融體系嘅容錯空間，一點點侵蝕香港數十年累積落嚟嘅金融核心優勢。想要徹底睇透呢場無聲嘅金融變局，我哋首先要拆解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嘅底層運行邏輯，睇清楚呢一套支撐香港40年繁榮嘅金融安保系統，究竟喺新時代出現咗咩適配性失效問題。我哋可以將香港完整嘅貨幣同匯率體系具象化成一棟結構精密、配套完善、歷經歲月洗禮嘅金融大廈，而聯繫匯率制度就係呢棟大廈嘅全自動智能安保系統，全天候守護大廈穩定運行，抵禦各類外部金融風險嘅衝擊。呢套安保系統落地實施以嚟，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全球金融海嘯、多次區域性貨幣危機等重大金融風險事件，核心架構始終穩定，從未出現系統性崩盤或者失靈，足以證明佢設計嘅科學性同穩定性。40幾年嘅平穩運行，令呢套匯率制度成為香港最核心、最值得驕傲嘅金融資產，亦都係國際投資者信任香港金融市場嘅核心根基。呢套全自動安保系統嘅核心運行原理，表面睇落簡單易懂，實則暗藏精密嘅市場化調節邏輯，亦都係固定匯率發行局制度嘅典型運作模式。港元實行同美元嚴格錨定嘅聯繫匯率機制，匯率波動被嚴格限制喺固定區間之內，市場日常輕微嘅匯率起伏都會喺監管預設嘅安全走廊入面自主運行，唔使監管機構主動干預。為咗守住匯率走廊嘅穩定，香港金管局設立咗雙向全自動兌換機制，相當於大廈安保系統嘅2道核心閘口，實現匯率同流動性嘅雙向自動調節，無需人工干預就可以運成市場周錯。當港元匯率升值觸及預設強方兌換上限，系統會自動啟動調節機制，金管局主動向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向市場釋放充足嘅港元流動性，緩解港元升值壓力，將匯率拉返正常波動區間。相反，當港元匯率貶值觸及弱方兌換下限，系統就會反向運作。金管局拋售美元，吸納市場流通港元，收緊市場港元流動性，抬高港元資金使用成本，抑制資本池穴壞流，托底港元匯率。呢套雙向自動調節機制，同步聯動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透過流動性鬆緊調節，改變市場利率水平，從根源上遏制套利交易，穩定匯率走勢，形成一套閉環式嘅自我修復體系。從金融理論層面分析，呢套運行機制完全契合貨幣發行局制度嘅核心要求。每一枚港元發行都有足額嘅美元外匯儲備作為底層支撐。港元嘅貨幣價值完全錨定美元，信用唔存在自主貨幣超發嘅空間。呢個就係港元可以長年保持匯率穩定，獲得全球資本信任嘅核心底層邏輯。喺制度設計嘅年代，呢套機制完美適配當時嘅全球資本流動節奏。嗰陣時，跨境資本流轉速度慢，資金體量有限，市場交易頻次低，匯率調節、利率變動、流動性收緊嘅節奏，完全可以匹配市場變化，自我修復效率極高，足以應對各類常規市場波動。我哋再次翻睇當年嘅經典金融追擊戰，就可以清晰睇到主動做空勢力嘅完整操盤邏輯，亦都可以明白當年香港政府被動應戰嘅核心原因。當年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頂尖對沖基金嘅做空策略，係一套成熟嘅雙邊套利、雙向夾擊操盤體系，精準拿捏咗聯繫匯率制度嘅調節流動同市場聯動弱點。做空機構首先喺現貨市場大規模拋售港元兌換美元，製造港元匯率貶值壓力，同時同步喺期貨市場大手沽空恒生指數，期貨提前佈局股市下跌收益。做空勢力嘅算盤非常清晰。一旦港元匯率承壓觸及弱方底線，香港金管局為咗守住匯率走廊，一定會啟動流動性收緊機制，抽走市場港元資金，直接推高銀行同業拆息。而香港股市樓市對利率變動極度敏感，利率飆升必然導致市場資金成本暴漲，投資情緒降溫，股市大幅下跌。做空機構就可以透過提前佈局嘅恒指空單，收割巨額利潤，一邊做空貨幣引發匯率波動，一邊做空股指，收割資本市場收益，雙向夾擊，雙向套利。呢個就係經典嘅雙邊操控做空模式，亦都係當年國際資本衝擊香港金融市場嘅核心手段。面對呢種精準兇狠、針對性極強嘅金融攻擊，香港政府嘅應對方式堪稱教科書級別嘅防守。喺常規匯率調節機制
不足以抵禦集中做空壓力嘅情況下，政府果斷突破常規制度框架，直接動用巨額外匯基金入市干預，主動承接市場所有拋售嘅港股、核心成分股同港元籌碼，硬生生斬斷做空資本嘅套利閉環。透過持續大規模入市，政府牢牢鎖定市場流通籌碼，持倉市值一度達到港股總市值嘅700%，用真金白銀兜底，徹底擊碎做空機構嘅操盤預期，守住咗聯繫匯率制度同香港金融市場嘅穩定。呢場攻防戰有清晰嘅攻擊者、明確嘅防守方、巨象嘅博弈目標。市場參與者可以清楚感知風險來源，預判博弈走向。監管機構亦都可以針對性制定防守策略，精準化解風險。但其後數年發生嘅港元匯率波動同流動性異常，徹底顛覆咗呢種傳統博弈模式，呈現出完全唔同嘅風險特徵。冇任何機構刻意做空，冇集中嘅資本攻擊，冇預設嘅套利操盤，卻持續出現港元匯率貼近弱方底線，跨境資本持續外流，市場流動性反覆鬆緊失衡嘅狀況。呢種冇對手、冇預謀、常態化嘅金融壓力，遠比單次集中嘅金融追擊更具殺傷力。一切變局嘅起點，源自市場資金格局嘅根本性，重塑兩股核心資金力量疊加，徹底打破咗港元市場原本平衡嘅流動性體系。隨住全球美元流動性週期變動，加上內地跨境資金南下渠道持續暢通諧亮，資金持續融入香港市場，兩股力量同步發力，將港元匯率一路推升至強方兌換上限區間，觸發金管局長方兌換調值之際，短短數個交易日之內，港元匯率多次觸碰強方保證線。金管局按照制度規則，持續向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向市場釋放巨量港元流動性。累計投放嘅港元資金規模創下階段性新高。從市場表層邏輯嚟睇，港元多次觸發強方兌換機制，大量資金湧入香港，係市場對香港金融市場充滿信心。資本看好港元資產嘅正面信號，代表全球資本同內地資金持續加碼佈局香港。但正係呢場看似利好嘅資金流入，為後續長期嘅市場隱患埋下伏筆。海量港元流動性一次性湧入市場，直接造成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嚴重過剩，市場港元資金極度充裕，銀行間閒置資金堆積，大幅壓低銀行同業拆息，令港美兩地利差缺口持續擴大。而呢個持續嘅負利差，正係跨境套利交易源源不斷嘅核心動力。呢度深入拆解一下核心金融邏輯。跨境套息交易嘅本質就係利用唔同貨幣市場嘅利率差值，賺取低風險套利利潤。當香港市場港元流動性泛濫，利率持續走低，而美元市場利率維持高位，全球海量交易員都會做出統一嘅理性操作，拋售低息港元兌換高息美元，持有美元資產賺取更高利息。呢個操作唔需要大型機構牽頭，唔需要統一操盤計劃，唔需要刻意做空港元。每一位交易員基於逐利本能嘅獨立操作匯聚埋一齊，就形成咗勢不可擋嘅資本外流浪潮。呢種市場化套利行為最可怕嘅地方，在於完全脫離主觀博弈同刻意操控，純粹由市場規律驅動，具備極強嘅持續性同不可抗性。喺海量套利交易嘅持續推動之下，港元匯率逐步脫離高位區間，一路向弱方兌換底線靠攏，最終成功觸發弱方兌換調節機制。自此，港元市場正式進入強方放水、弱方收水嘅雙向反覆波動週期，亦都係聯繫匯率制度運行40幾年嚟極為罕見嘅雙向高頻調節階段。短短2個月時間入面，港元匯率多次往返強弱方兌換區間，金管局高頻啟動雙向兌換操作，累計買入1000億級別。港元資金持續收緊市場流動性，高強度高密度嘅市場干預，直接令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流動性大幅縮水，創下金融海嘯之後嘅多年新低。用之前嘅金融大廈模型嚟理解，就好似一棟安保完善嘅大廈，短短2個月頻繁觸發緊急安防機制，閘口反覆開合，系統不停啟動，每一次調節都要消耗巨量核心資源，長期高頻運作必然導致系統容錯能力持續下降。喺持續嘅流動性收緊壓力之下，市場格局短暫迎來收復。南向資金透過港股通渠道持續加碼，港股市場投資情緒逐步回暖，加上外圍市場環境穩步改善，港元匯率暫時脫離弱方底線，市場流動性壓力有所緩解。但呢次短暫收復並冇從根源上解決制度性漏洞，只係暫時平復市場波動。
自此港元市場形成先緊後鬆、反覆震盪嘅全新常態，雙向匯率波動流動性鬆緊切換成為日常現象。縱觀聯繫匯率制度40幾年嘅運行歷史，絕大部分市場波動都係單向走勢，要麼持續資金流入，匯率走強；要麼持續資金外流，匯率走弱。調節機制亦都係單向運作，但呢一階段嘅港元市場實現咗短週期內嘅雙向極速切換，由強方升值壓力快速轉為弱方貶值，間隔只係短短數週。呢種極致嘅波動節奏，徹底暴露咗制度設計同新時代市場環境嘅核心矛盾，亦都係成套金融安保系統出現適配性問題嘅關鍵信號。雙向高頻波動嘅背後核心問題係系統自我修復速度同市場資金流動速度嚴重錯配，呢個亦都係而家港元金融風險嘅根源所在。聯繫匯率制度嘅設計邏輯係依靠利率同流動性嘅緩慢調節，實現市場供需平衡，屬於典型嘅慢反饋、慢修復機制。適配嘅係低頻次、慢節奏、可預期嘅傳統資本流動模式。喺制度落地嘅年代，跨境資本流轉需要幾日甚至幾星期，資金體量細，交易頻次低，系統緩慢嘅調節節奏完全可以覆蓋市場波動，實現精準周錯。但進入電子化金融時代，全球資本流動規則已經徹底改寫，依託成熟嘅電子交易系統、跨境支付體系、量化交易算法，幾十億上十億美元嘅跨境資金流轉，只需要幾秒就可以完成。海量交易員透過終端設備，一鍵搞掂港元拋售、美元兌換、資產切換嘅全套套利操作，資金流動嘅速度、頻次、體量，早已遠超40年前制度設計嘅預判上限。呢個就形成咗致命嘅時間差漏洞。聯繫匯率制度嘅利率調節、流動性收緊，市場周錯速度遠遠追唔上全球資本套利、資金跨境流轉嘅速度。我哋用更通俗嘅場景具象化呢個漏洞。金融大廈嘅安保閘口預設嘅人流管控速度係每分鐘幾十人，靠慢慢收緊、逐步限流維持秩序。但新時代嘅資本人流係以數萬倍嘅速度瞬間湧入、瞬間撤離，閘口收緊速度根本追唔上人流速度。最終就會出現好詭異嘅市場現象。調節機制已經啟動閘口全力收緊，但海量資本依然源源不斷流出，系統自我修復機制完全失效，陷入持續調節、持續失衡嘅惡性循環。美聯儲嘅貨幣政策變動進一步放大咗制度漏洞嘅負面影響，加劇港美利差失衡同港元匯率波動。隨住美聯儲開啟貨幣政策調整週期，美元基準利率進入全新區間。港美利差格局被徹底重塑，就算美聯儲政策進入階段性平穩期，基準利率維持固定區間不變，香港本地嘅市場環境都已經發生不可逆嘅改變。早前海量南下資金湧入圍樓嘅過剩流動性，長期堆積喺香港銀行體系入面，形成固化嘅流動性淤積問題，直接導致香港市場利率長年處於低位，港美負利差格局持續固化。按照常規金融邏輯，兩地利差收窄之時，套息交易嘅套利空間會收縮，資本外流壓力自然會緩解。但喺香港流動性嚴重過剩嘅特殊環境之下，就算港美利差有所收斂，港元低利率格局都無法逆轉。套利交易嘅核心動力始終存在資本外流，匯率承壓嘅態勢無法從根源上消除。美聯儲換屆帶嚟嘅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為港元市場增添變數。新任美聯儲主席上任之後，一改以往透明可預期嘅政策溝通風格，刪除所有前瞻性政策指引，唔再向市場釋放未來貨幣政策嘅調整信號，令全球市場完全無法預判美聯儲嘅加息降息節奏。對於香港呢種完全錨定、美元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權嘅經濟體嚟講，美聯儲政策嘅不可預測性就係最大嘅外部風險。呢個相當於香港金融大廈嘅外部核心控制權徹底交到一個風格未知節奏不定嘅新管理者手上，原本穩定可預判嘅外部政策環境徹底消失，市場無法預判未來美元利率嘅變動方向、幅度同節奏，港元資產嘅定價邏輯、套利交易嘅操作邏輯、資本流動嘅走向邏輯，全部陷入不確定性之中。呢種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市場波動，令原本存在嘅制度漏洞持續惡化。多重因素疊加之下，香港市場出現咗極致嘅套利環境。港元匯率長期貼近弱方底線，銀行同業拆息逼近零水平，代表市場做空港元兌換美元嘅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對於全球所有專業交易員嚟講，呢種零成本低風險穩收益嘅套利機會絕對唔會錯過。唔需要機構抱團，唔需要刻意做空，純粹市場逐利行為，就會自發形成持續嘅資本外流壓力。自此，聯繫匯率制度嘅核心設計缺陷徹底暴露。呢套制度嘅初衷係透過利率同流動性嘅雙向調節，自動終結套息交易，實現市場自我平衡。當港元貶值，資本外流系統會自動收緊流動性，抬高港元利率，增加套利成本，倒逼交易員停止套利，令市場回歸穩態。但流動性過剩嘅固化問題徹底擊穿咗呢套自我修復機制。就算金管局持續收緊流動性，銀行體系堆積嘅過剩資金體量太大，利率始終無法有效抬升，套利成本長期偏低，套息交易可以持續無風險運作，制度嘅自我糾錯功能完全失效。我哋用地產場景輔助理解，一棟設計標準極高、安保系統完善嘅大廈，如果內部空間太過空曠、通道太多、人流疏導、體系滯後，就算安保設備再先進，都冇辦法精準管控人流進出，最終只會出現人流無序湧入、無序撤離嘅混亂狀態。香港而家嘅金融困境正正就係咁，制度安保系統本身完全冇故障，設計依然達標，但新時代嘅資本流動體量、速度模式，早已遠遠超出舊制度嘅承載上限。內部流動性淤積嘅結構性問題，令所有官方調節手段都失去咗原本嘅糾錯效果。呢個亦都係新舊兩代港元危機最本質嘅分別。90年代末嘅金融風波係外部勢力主動挑釁、明刀明槍嘅金融攻防，對手清晰、目標明確、爆發集中。政府只要儲備充足、應對果斷，就可以正面擊退做空勢力，一次性化解危機。但今時今日嘅變局係時代迭代帶出嚟嘅結構性錯位，冇單一對手，冇刻意陰謀，冇集中爆破，係成千上萬個市場參與者基於利率差、匯率規則、資金避險需求，自發做出嘅理性選擇，日積月累匯聚成一股無法單一擊潰嘅龐大資金潮流。呢種無聲嘅消耗戰唔會即刻拖垮港元體系，但會日復一日蠶食香港嘅金融優勢、資產估值同利率穩定性。如果我哋用宏觀金融理論深入拆解，就會發現呢場長期變局完全印證咗國際經濟學著名嘅三元悖論。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都永遠冇辦法同時實現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自主三大目標，必須捨棄其中一項。而香港作為世界級自由金融港，必須死守資本自由流動呢個核心優勢，同時堅持港元與美元掛鈎嘅固定匯率制度。咁最終唯一嘅代價就係徹底放棄本土貨幣政策自主權。簡單講，香港嘅利率節奏、資金鬆緊、金融週期完全唔由香港自己話事，只可以被動跟隨美國嘅經濟週期同美聯儲政策變動。美國通脹高、經濟熱就會加息收水；美國經濟冷、就業差就會放水降息。所有政策調整都係為咗適配美國本土經濟，從來唔會考慮香港嘅樓市狀況、股市熱度、實體經濟需求。呢種被動綁定喺舊時代資本流動緩慢嘅環境入面，問題並唔明顯，甚至換嚟極大嘅金融穩定同國際信用。但喺今日極速流轉、海量跨境資金穿梭嘅新時代，呢種制度缺陷就被無限放大。對比全球其他同樣實行固定匯率嘅經濟體，更加可以突顯香港嘅獨特困境。中東一眾產油國同樣實行美元掛鈎制度，但佢哋經濟結構單一，資本流動相對封閉，跨境資金進出規模有限，制度適配性問題並不突出。而新加坡就採取咗更加聰明、更加靈活嘅設計，唔掛鈎單一美元，反而掛鈎一籃子貿易夥伴貨幣，同時保留隱蔽浮動區間，唔對外公開精準邊界。咁樣市場永遠摸唔到匯率底線，冇辦法形成統一穩定可預期嘅套利模型，從根源上杜絕咗高頻套息交易。反觀香港，我聯繫匯率制度極度透明規則，完全公開，上下底線清晰明確，全世界交易員都可以精準計算套利空間，預判干預時點。呢種極致透明喺資金平穩年代係頂級信用背書，但喺套利交易盛行、資金秒速流轉嘅時代，就變成咗最致命嘅短板。每一次細微嘅利差偏離，都會即刻被全球資本捕捉、放大利用，形成持續嘅資金抽離壓力。好多大眾同普通投資者都有一個巨大嘅誤區，以為香港外匯儲備全球名列前茅，體量足夠龐大，金管局永遠有能令其入市托市守住匯率，
所以港元絕對冇風險，金融體系絕對安全。但真正嘅核心問題，從來都唔係守唔守得住，而係守住嘅代價有幾大代價，可唔可以持續承受？金管局每一次強弱方兌換干預，每一次流動性收緊，每一次資金回籠，都會直接改寫香港銀行體系嘅結餘資金，直接牽動銀行同業拆息升降。而香港超過90%嘅住宅按揭貸款、企業短期融資、商戶營運資金成本，全部直接掛鈎同業拆息。呢個意味住每一次匯率波動，每一次官方護盤，最終都會傳導到普羅大眾身上。市民嘅月供會忽高忽低，做生意嘅融資成本會反覆波動，樓市、股市、資產價格會隨住流動性鬆緊劇烈震盪。我哋可以將銀行同業拆息理解成香港呢棟金融大廈嘅公共電力系統，流動性充裕嘅時候，電力充足，電費平，無論係供樓市民定係營商企業，壓力都相對輕鬆。一旦資金被抽離，流動性收緊，電力短缺，成本飆升，全市場都會進入收縮狀態。而家香港面對嘅最大問題就係呢套電力系統陷入咗無序循環，套息交易抽走資金，金管局收緊流動性，利率上升，市場受壓，壓力緩解後再度放水，流動性過剩再次催生套利，無限輪迴，沒完沒了。更深一層嘅地緣資金邏輯。更加少人看懂內地資本帳戶長期實行有稅管制，人民幣資金唔可以自由跨境兌換外幣配置海外資產，而香港就順理成章成為內地資金出海保值、兌換美元資產、對接全球金融市場嘅唯一超級中轉大堂。海量南向資金並唔係短期炒賣港股咁簡單，背後係長期結構性、數以萬億計嘅資產配置需求。呢啲持續湧入嘅跨境資金喺香港市場停留、置換、流轉出海，長年累月堆積喺本地金融體系入面，造成持續性嘅流動性淤積。呢種結構性資金壓力唔係短期市場炒作，而係長期地緣格局造就嘅必然結果，亦都令港元制度性漏洞持續暴露，無法徹底修復。香港貨幣體系早已唔單止服務本土700幾萬人口，而係承接住兩地資金體系交匯嘅超大流量。舊制度自然追唔上新格局，最尷尬嘅政策錯配亦都由此誕生。美國為咗壓制本土通脹，防止經濟過熱，維持偏高利率；而香港因為海量南下資金堆積，流動性過剩，本土經濟需要低利率刺激。兩套完全相反嘅週期互相拉扯，令香港資金成本徹底脫離本土經濟基本面，淪為美港兩地政策博弈、資金博弈嘅犧牲品。利率長期錯位，套利窗口長期敞開。呢種極致錯位直接反映喺市場數據上面。短週期之內，香港銀行體系結餘資金可以倍數暴漲，又可以斷崖式下跌，走出全球主要金融市場最極端嘅震盪曲線。而緊貼拆息嘅新式按揭企業貸款，隨之同步劇烈波動。好多業主以為供樓利息好穩定，但實際上每個月嘅資金成本都係被全球套利交易、美聯儲政策、跨境資金流動主宰，完全唔受自己控制。1998年嘅金融大戰係政府對炒家機構、對機構嘅正面硬剛，普通市民只係旁觀者。但今日呢場無聲嘅金融拉鋸戰，每一個持有港元現金、港元資產、背負按揭貸款、投資港股樓市嘅普通人，都係被動參與者，都要默默承受波動代價。利率低嘅時候，樓市回暖，月供輕鬆，資產升值；一旦系統啟動收緊機制，利率急速反彈，資產價格即刻承壓，生活成本即刻上升。一鬆一緊之間，財富已經悄悄轉移，重新洗牌。即便變局持續，隱患重重，我哋都絕對唔可以輕言聯繫。匯率制度末日已到，客觀嚟講，香港外匯儲備實力依然雄厚，金融風控體系依然成熟，金管局干預能力依然頂尖，絕對有足夠能力守住匯率走廊，維持制度運作。真正嘅風險唔係崩盤，而係長期累積嘅隱性代價。反覆干預扭曲市場生態，反覆波動削弱市場信心，反覆鬆緊打亂實體經濟節奏，反覆套利消耗金融體系穩定性。呢種日積月累嘅內傷，遠比單次危機更加難治。市面上好多人提議，乾脆放棄掛鈎美元，轉掛人民幣，一勞永逸，解決被動跟隨美國政策嘅問題。但其實呢個做法只係換一個依賴對象，完全冇解決核心結構性矛盾。人民幣資本帳戶尚未完全開放，如果港元轉掛人民幣，香港就會徹底綁定內地經濟週期，喪失美元體系嘅全球流通性同國際認可度。
同樣會失去貨幣政策自主權，同樣會面臨資本流動同制度調節嘅速度錯配，只係換一套風險，換一套波動，根本唔係治本方案。真正嘅出路從來都唔係推翻舊制度，而係搭建新基建，分流舊壓力，重構資金流轉格局。近年香港大賴退淨嘅三大金融新佈局，正悄悄改寫成個港元生態為40年，舊制度續命減壓升級。第一，跨境數碼貨幣調節平台持續商業化全球化。呢個由多國央行聯合搭建嘅數字貨幣結算系統，打破咗傳統美元清算嘅壟斷格局，可以獨立完成跨境資金對帳、結算流轉。隨住人民銀行、中東多國央行持續加入，平台處理規模逐年暴漲，已經達到數百億美元級別，有效分流傳統港元中轉通道嘅龐大資金壓力，減少海量資金喺香港市場無序淤積。第二，香港穩定幣牌照正式落地，老牌發鈔行匯豐渣打率先獲批。呢兩間機構執掌港元發鈔權超過8年，深耕香港金融生態，風控成熟，公信力強，穩定幣嘅合規落地，打造出全新嘅數字化跨境結算場景，讓商貿往來、資產配置、跨境轉帳唔使再100%依賴傳統港元渠道，進一步為聯繫匯率制度減負。第三，香港數字金融體系全面升級，形成傳統貨幣體系、躺數字結算體系，雙軌並行新格局。傳統港元體系繼續守住匯率穩定，維持國際信用；全新數字金融體系承接增量跨境資金分流中轉壓力，優化資金流轉效率。新舊並存雙軌互補，慢慢緩解舊制度超負荷運作嘅困境，修補長期存在嘅速度錯配漏洞。好多人誤解，以為新金融基建係為咗取代聯繫匯率，其實恰恰相反，新基建係舊制度嘅緩衝帶同續命單。透過分流過境資金，減少流動性淤積，優化結算渠道，讓原本瀕臨超負荷嘅舊制度重新回歸合理承載區間，大幅降低套利窗口嘅開放頻率同持續時間，從根源上減少雙向波動。呢個新舊交替嘅過渡期，亦都催生咗全新嘅利益格局同風險分配。老牌持牌金融機構可以新舊賽道雙線佈局，一邊守住傳統業務紅利，一邊搶佔數字金融新機遇，喺波動市況之中穩賺不賠。而普通市民、中小投資者就只可以被動承受匯率、利率、資產價格嘅反覆震盪，默默承擔制度轉型嘅陣痛。呢場無聲嘅金融變局，本質上係一場極為隱蔽嘅財富重新分配。從宏觀戰略角度嚟講，呢種新舊並行、雙向過渡嘅格局，亦都係內地最優嘅階段性選擇。一方面依託香港傳統美元掛鈎體系，喺唔開放資本帳戶、唔承擔全面開放風險嘅前提下，順利運成美元資產配置、跨境資金保值，持續對接全球金融體系。另一方面依託香港數字金融新基建，逐步搭建自主可控嘅人民幣跨境結算通道，慢慢擺脫對美元清算體系嘅依賴，穩中求變，邊用邊改。呢種過渡期佈局係兼顧安全同發展嘅最優解，亦都注定港元雙向波動制度消耗嘅格局會長期存在。喺呢種全新市場常態之下，所有人嘅資產認知同理財思維都必須徹底更新。港元早已唔係單純嘅避險穩定貨幣，而係美元政策週期、內地資金流動、香港新基建進度三大力量博弈嘅交匯產物。佢嘅利率、匯率、價值波動唔再單一取決於香港本土經濟，而係受多重外部力量左右。未來不確定性只會越嚟越大。好多人見到香港樓市階段性回暖，經濟數據短暫收復，就以為市場全面復甦，風險散去。但大家一定要清醒，而家嘅回暖完全係建立喺超低拆息、過剩流動性嘅基礎之上，係制度寬鬆催生嘅脈衝式行情，根本唔係實體經濟內生性復甦。一旦金管局為護盤收緊，流動性利率快速反彈，樓市、股市嘅回暖行情即刻會逆轉，資產價格隨時回調。呢種甜嘅復甦背後，時時刻刻都暗藏反轉風險。針對呢種新常態，我俾大家3個最實用、最落地嘅普通人自保策略。第一，持有按揭貸款嘅朋友一定要預留充足現金流緩衝，唔好極致槓桿，唔好滿負荷供樓。未來利率波動頻次同幅度一定會加大，月供忽高忽低會成為常態，充足現金流先係最核心嘅安全底線。第二，持有大額港元現金同港元資產嘅朋友，唔需要恐慌式拋售，唔需要盲目看淡港元，但絕對唔可以單一重倉，一定要做好幣種分散、資產分散配置。
部分非美元、非港元資產對沖制度性波動帶嚟嘅系統性風險，降低單一市場震盪對自己財富嘅衝擊。第三，長期跟蹤兩大核心風向標，預判未來大勢。第一個係跨境數字金融基建嘅落地進度，呢個係根治流動性淤積、修復制度漏洞嘅根本關鍵。第二個係合規穩定幣嘅市面普及程度，佢會徹底改寫跨境資金流轉模式，決定香港未來金融格局嘅走向。呢兩個信號先係未來幾年港元體系最大嘅變數，遠比短期匯率升跌更加重要。展望未來一兩年，港元雙向波動，流動性反覆鬆緊，利率無序震盪一定會成為市場新常態。美聯儲新領導層風格飄忽，冇前瞻指引，美元利率走勢難測，內地南下資金持續進出，結構性套利窗口長期存在。香港新基建循序漸進，慢慢替代舊通道。呢多重因素疊加之下，金管局強弱方雙向干預會成為日常新聞，市場會持續處於震盪消耗嘅狀態，唔會一次性崩盤，亦都唔會徹底企穩。真正嘅歷史性轉折點唔會來自一次短期匯率波動、一次大額入市干預，而會來自新金融基建嘅質變。當數字化結算全面替代傳統港元中轉，當穩定幣全面普及落地，當資金流轉格局徹底重構，香港40年嘅制度性短板先至可以真正補齊，港元先至可以走出無休止嘅消耗戰。回望歷史，聯繫匯率制度守護咗香港40幾年繁榮，帶領香港穿越無數金融風暴，守住咗國際金融中心嘅金字招牌。但時代不停向前，金融規則不停迭代，舊制度終究難以適配新時代嘅資本格局。98年嘅香港打贏咗一場人盡皆知、對手明確嘅漂亮硬仗，而今日嘅香港正身處一場無人關注、無聲無息、持續消耗嘅長期制度博弈。未來嘅日子，呢場無聲拉鋸會持續改寫香港嘅資金成本、資產價格、樓市、股市走勢，甚至係每一個普通人嘅財富命運。看懂呢層底層邏輯，你先至可以喺新陳堂梯之下避開風險，守住資產，把握機遇。如果呢條片嘅深度分析幫到你，徹底睇穿咗港元隱性危機同未來大勢，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嘅朋友。好多香港人仲懵查查，唔知呢場無聲金融戰嘅風險，幫我將呢個重要資訊擴散出去。記得訂閱我頻道，打開小鈴鐺，我會持續跟進美聯儲政策變動、香港數字金融新進度、港元匯率同利率最新走勢，持續輸出普通人聽得明、用得上嘅金融深度、拆解同資產自保策略，帶你穩穩應對市場變局，守住自己嘅血汗資產。評論區話我知，你覺得未來港元會持續波動，定係會慢慢企穩？我哋一齊交流探討。